僕人敬聽三代經課5月25號，約翰福音14章23至29節同埋15章1至9節。耶穌回答他說：凡愛我的人就會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會愛他，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，與他同住。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。你們所聽見的道不是我的，而是差我來之父的。我還與你們在一起的時候，已對你們說了這些事。但保惠師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，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導你們，並且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。我留下平安給你們，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。我所賜給你們的，不像世人所賜的。你們心裏不要憂愁，也不要膽怯。你們聽見我對你們說過，我去了，還要回到你們這裏來。你們若愛我，就會因我到父那裏去而喜樂，因為父比我大。現在事情還沒有發生，我預先告訴你們，使你們在事情發生的時候會信。我就是真葡萄樹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掉；凡結果子的，他就修剪乾淨，使枝子結果子更多。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潔淨了，你們要常在我裏面，我也常在你們裏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，自己就不能結果子。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，也是這樣。我就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。常在我裏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裏面，這人就多結果子。因為離了我，你們就不能做什麼。人若不常在我裏面，就像枝子被丟在外面，枯乾了，人撿起來，扔進火裏燒了。你們若常在我裏面，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。凡你們想要的，祈求，就給你們成全。你們多結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榮耀。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。我愛你們，正如父愛我一樣。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。大家好，由今日開始，想同大家有多啲讀經上嘅分享，用每日嘅經文同大家傾下講下讀經上嘅心得。歡迎大家留言㗎，一齊討論下。首先呢，我哋喺讀經上要多啲從聽者嘅角度出發，盡量去讀到聽眾就算唔係睇住文字，都會聽得清楚我哋所講嘅意思。方法呢，離唔開都係讀嘅分句啦、節奏、語氣等等。而更重要嘅呢，係了解經文嘅內容，時地人，對時地人有所認識，而再進深呢，先至係作者寫作嘅原意同埋內容重點等等。尤其係今日嘅經文裏面有唔同嘅人對住唔同嘅受眾講嘢，如果讀者唔知道講嘢嘅人，即係喺中文嚟講係嗰個主語係邊個呢，就會 miss 咗一啲經文帶出嚟嘅意思啦。好多時初信嘅時候呢，會混淆咗父上帝同埋主耶穌嘅分別，通常就係喺呢啲時候造成噶啦。加上今次有埋聖靈呢，即係26節嘅保惠師，有齊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喺入邊，就更加需要我哋讀清楚啲，讓聽嘅人更加容易明白父子聖靈嘅關係。就好似喺28節個句式呢，係有啲複雜嘅。你們若愛我，就會因我到父那裏去而喜樂，因為父比我大。呢度入邊呢，就已經有我、你們同父啦。如果加埋前面嗰句我去了，還要回到你們這裏來，就更加有埋去邊度同翻嚟邊度，
所以咧，我哋要盡量讀清楚呢啲人物同地方嘅分別，等讀者知道主耶穌會去一個地方，再會翻到嚟佢哋門徒嗰度。而若果門徒係愛耶穌，就會因着佢將會去嘅天父上帝嗰度而喜樂，而因為天父上帝係比主耶穌大嘅，有咗呢種上下大細去邊度翻嚟邊度，就可以讓讀者聽得更加分明，更加了解啦。而最後咧，想講多一個字，係我覺得咧都幾難讀嘅，就係愛字啊，係粵音 OI3，OI1 咧就係哀，OI2 係呆，OI3 就係愛。愛字係要準備好個口型，我自己咧就覺得係一個 O 型嘅嘴型，有輕微嘅鼻音加埋落去咧，就會讀得更加準啦。我再讀一次28節啦。你們聽見我對你們說過，我去了，還要回到你們這裏來。你們若愛我，就會因我到父那裏去而喜樂，因為父比我大。唔知你對讀經又有啲乜嘢心得或者疑問呢？歡迎你留言啦，我哋一齊討論下。